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为推广在地农特产品，结合大成产城公司，将伫个1月8号、9号2天举办年会市集的活动，预计超过100个摊位，其中农业局辅导在地青农大约有30摊。日前伫个大成长城公司来举办宣传活动，很高兴在这个疫情趋缓之际呢，还能够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市集啊，也算是大家的小确幸了哈。那这个市集已经迈入第6个年头了，那一直以来就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跟在地青农、新农人共同举办这样一个农产市集。那后来我们也结合了南北货、干货，那把年货也并进来这个市集，所以这个市集叫农产年货市集。那跟台南市政府就定一个 slogan 叫做安心欢聚好时光。那我们很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延绵不绝、持续的办下去。这个活动目前来讲已经募集了100多个摊位。那除了农产还有南北货之外，也结合一些文创。那我们也把一些公益团体纳进来，让他们的手作，让他们的一些创作也可以跟市民朋友分享。活动中包括大成长城的总经理庄坤元、市府农业局辅导科长王仁志，以及多位青农拢亲自出席，推销家己的农特产品。其中客家青农刘淑娟更加用家己生产的麻油搭配大成的鹿野鸡腿肉，现场示范麻油鸡的料理。今年的市集活动预计1月8号、9号2天登场，搭配年节，现场嘛有写春联、公益的关怀、加摸彩闯关游戏等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